呀，各位聽眾啦，好，我食飽未啊？各位聽眾，這個禮拜呢是嗰時出過個，特別我跑到我有幾排跑到有個有特別這禮拜咧，我個另外一隻龜來啊，咪個人暫時報告到冇物件啫，阿當阿當龜，含十龜，阿三龜啊，阿三龜啊，下禮拜攞就齋咪數啊，下禮拜攞齋咪數阿三龜啊。對啊，對，哎，下禮拜就知，嚇，下禮拜攞知啦，就咪讀嚟聽，下禮拜以後緊咪讀嚟聽啊。OK，阿當我講就係 before 我 start 嘅時候，我講這禮拜話第是嘅外國啦，嘅去外國嘅人咧，特別阿當都唔是嘅去外國嘛，你boss 唔是到啲外國來嘅啊？冇，我本地嚇，本 disqualify 呢。然後特別這禮拜是要叫阿當嚟講。這個 Skype 嘅 chat room 嘅物件，唔是本地嘅關係，我未知做咩，但係 Skype 嘅 chat room，但是講我但是都唔知啦，咁我beaucoup較濟是你規個 group 嘅，邊啲學嘅你聽講，我是到啲 Skype 裏面有拍曲啦，一當見我 start 住先嘅 room 有 moderator，係咪要叫阿 Doc 嚟講介紹啫？講。最近我人這邊咧學緊先幫 chat room 啊，因為頂禮拜發生咁多代誌啦，所以我人隔了半叉燒叉片啊。叉燒叉片啊，乜嘅人個被 control 掉。本正我人，但人已經大漢了嘛，都免改嘛。對。但人係使出去接做人家己嘅嘛。特別是呢，阿道成你做大了嘛人，成你做大了是係咪人唔來？你就來到就命到，人家了咱這邊嘅查某個了冇係命啊，真係嘛。了所為了這個物件都冇辦法，咱就要出一種佢。一個 chat room 會 control 掉人，但係有人嚟插亂插片，無你心要嚟做朋友嚟講笑啊，咪歡喜啊！你看你呢，我人就踢得出，免講幾大人嚟踢得出啦。你把刀都解過，你特別去解過，去調換條啲表，一下一把刀我買咗叉燒，你時間就對對嚟，係你就去講。你最近啊，往新嘅 chat room 我已經有個了 active。差不多別了啦，到其他個真係一人多舊嘅 room 啊，是咪新嘅人 join 呢？哦，得，你講了先到啲舊嘅 room 先。舊嘅 room 我當然是個下調等個31號 December 咯。搞個年尾。往時要拿刷啦，當然是。即種拿刷啦，因為買一下係無去咯，嗱一下無而家為人估無sign in嘅，可以來看無嘛。所以第一來是問啊，是咩樣嘅細講 BM 啊，還是阿훈啊，還是金毛，還是阿拉伯喎？樣往 weekend 呢，會使 at 人接咯，所以冇成日古早古嘅咯。古嘅呢，係咪人會使亂做 at 人啊？嘅路邊一 Q 掉就對。當然特別人佢嗱 can moderator 嘅係 at 啦，但是講到新嘅人你被 join 呢？新嘅人啊，最終被 join，會使去 forum 你邊咧學緊 forum 有一個 Skype gathering online 嘛。一使下嘅名上啊，古早你看到我人你使到底係你邊咧學嘅誒頭前嘅朋友呀，呢個就頭前嘅 chat 啦，朋友嘛就是嚟 chat 嚟咯，嚟 chat 啦，是你朋友是攞冇幾係咪結算啫嘛呀？我冇結算呢。結算呢，係 at 入嚟你看咯。所以面嘅了，冇是差不多上啊古早啦，是講那個規則，但好難你有睇 control 這個好。冇這樣亂啊。冇咱做，咱嚟拿一人啊，你就是哪一人就被亂咧，所以啊，都是感謝阿多咁樣做馬打啫，馬打頭，講照顧啫。你講係物件，無啊，若是講你要去網友有你邊啊 chat 嚟嗬，邊個見你 chat live chat 嚟，你使去下邊寫裏面講你被 at 啦，你係是阿多對 at 你，還是讓出嚟啲 moderator 啦，見毛啦，雜毛即係阿擺做。然後如果使去往個 forum，若是講你無 join forum，你咪另外 register 去 forum 度邊個見到 comment 有一條 register 咧，若是你到啲 forum 嘅位呢，就到位，等我講就係，你若是去 forum 就你去搞啲頭，哇死講我幾快呢，頭一日樣。其實頭先有一路嚟啲會伊是特啲 social events under social events 有些 online 邊咧學緊 gathering 嘅，即係 online 邊咧學緊 gathering 嘅，裡面之頭一個就是 Skype chat 啦。你見面 Skype chat 你寫嚟名咧，你即係邊咧學緊嘅馬達對，邊咧學緊馬達對 app 裡面。
要見你 Skype ID 係寫啦，準係會發現地刀樣啊。我唔是寫係名啊，就有。我是一往別 add 呢樣唔制過去講我諗買 add。哈，對，好，你要見你特別寫你 register 嘅 Skype 嘅名就係唔是你經嘅，唔是你成特定 show 嘅名。你別寫一點好嘅，啲有一哇一機有一點，你特別寫出來害人，冇可能出別掉咯。OK 啦。OK，那是有問題咧，咁你使 email 好玩啦，變靚學嘅你 email 是 online@gmail.com， 唔是 online 哈 ，online ongle 啲 gmail.com 是你使佢變靚學嘅網頁，是唔使到到一個到處俾佢睇 email 啊。唔是 online，OK， 感謝阿多，咱確定啊，禮拜六12嘅嚟講句，我意思講出來，OK，拜拜。OK，當今我嚟嘅邊咧，個住看，誒，這日本啊，波成個是對嘅嚇。我個 at 過我咱介紹咱新嘅當今嘅嘉賓是大背波。Hello， 大家好。大家大背波，你是從美國嘛嚇？是。真係 sexy， 冇困車啊？是。你有個有玩日本阿波咧？唔是日本阿波啊，日本老姨。大家好。然後不講咧，都對嚟啊！嚇，都對嚟我日本佬，當我等拍電話日本阿波嘅事，日本阿波。然後我自己是過嚟美國，這裡是過嚟日本啊，哪裡嘅去日本？我真未 at 呢嚇。誒，我真未 at 日本阿波喎。未咩？你可以單調嘅。呀 ，OK。到 idea，OK， 這禮拜我未講嘅呢是嘅去外國嘅人啦，邊頂嘅人啊是馬來西亞人，又講緊外嘅去外國嘅啦，其中一個是日本阿伯咯，日本阿伯歡迎。Hello， 我是日本阿伯。你幾多困啊？走嚟正講我啊。你走一困啊？我而家困啊。好，你是唔是頭可以食到冇 brandy？ 冇啦。XO。我啦，家己頭隻 brandy 有啦。佢頭隻 brandy 都有啊！你唔聽講嗰時，我你個架嚟，你不咯？等我問下佢注意一下地勢可呢？注意嘅時候頭衫頭褲。我哋都見到冇穿衫冇穿褲。哎呦 ，OK 啊，即係關，即係計嘛。做下少都冇會講咩？咁我頭衫頭褲。你清上姐。你冇清嘅 tissue paper 包就淡薄咧 ，tissue paper。佢講面前嗰個嘅 tissue paper 做咩？冇啦，有咧冇通看到，個 sexy 嘛，有人講。你是講你啦。啲阿妹呢，偷望，啊，係啊就 OK。咱回日本阿伯，是日本佬一對去，可能個接不是風到對去。日本阿伯路今年幾時嫁過去日本？哇，4年前咯。嚇，你講我聽一個數啫，安怎會嫁過去日本呢？我是我係日本人，我嫁過來咯。我知啦，安怎辦呢？安怎讀講啫？我對嘢。冇對啦，我個聽到嗰個。我嚟平安節鋪咧，咪掉我咯。多啲實是做工嚟。好啦，啲唔是做多啲實，唔是做工嘅。你哋是做 hotel line 嘅嚇？唔是啦，多 line 做 educational line。education 做先生。冇啦，我唔是做先生，特別同 education 有關係。admin 嘅可以物件。特別安怎係捌到你日本人咧？有捌請一日本人朋友嘛，然後有一個朋友，日本人朋友係和平安嘅人啦。然後伊有朋友成日大部日本人大部朋友來平安節頭嘛，來啲嘛來咧，和一個寄錯出嚟大部來。迄大部嘛是位翁。所以是特捌啲朋友同朋友捌掉啦。是咯。
係呢個學咗白掉啦。哦，你白掉是是幾年前啊？白掉是唔是舊年過去？我清空3年啊。我清空3年啊。我清空。你白掉2年 ，sorry。我清空2年白，你講到舊年4年，咪是空3年舊年咯。所以你白掉差唔多1年都舊年啦。因為伊是到底新加坡，伊是到底日本的啦，伊唔是到底邊個大啦。冇呢個日本嘅，拔掉了，佢後嘛是上上嚟邊咯。電索掉啦，挨掉了嘛。你阿姨較濟，伊啊你較濟，差唔多時啊。我呢本是放電來放電去啊，放假未了。安尼啊。索掉啦，然後你索掉了是伊來邊咧是有講冇話？淡薄咯。安怎淡薄我淡薄個參淡薄日本話咯。然後你以後講日本話啦。你這本是有講日本話咧，頭一來你本是講日本話嘅物件啦，係我家己做工有日本先生幾人叫嘛。哦。然後日本請了嚇，我然後放工咧冇事做嗬，我咪去 attend free 日本class咯。哦，嚟講幾句。咪好難比較咯。喂，佢什麼比較咧？教講咧，直接講伊拉細乜些講噶，喂，大部點就請。日本啊，我講嘅日本製作啲麥佢講。日本啊，當我未做當我未，當我可能接落嚟呢個美國佬嚇，當佢咩美即係唔是日本嘅，係美國特別波按怎寄過嚟美國呢？讀冊白咯。讀冊白咧，你是嚟美國讀冊啊？英國。我去英國讀冊，英國讀冊咧，白到美國咧，寄嚟美國啊？係。我講者頭講起。你講咯，讀冊白咯。講一頓啦，喲！你寫 essay 是寫幾多字呢？咩？好，我讀冊伊做工上咗電話了，伊是唔是到底喺邊加冊，還是到底邊讀冊本？到邊成日做工讀冊，做工。有哪做工來讀冊啊？intern 嚟咯。哦，哈。了。我上嘅一個電話了冇，上冇拔掉。哦，了拔掉咧是就索掉啦。係咯，索掉咯。有冇特別過嚟美國？哦，你過嚟你做久加過嚟，你讀冊了加過嚟上面，你拔掉做久加過嚟美國。一半過嚟了。個 continue 睇車咯。哦 ，OK。OK， 我當佢嘛，到底那時你到底 live， 到底咧30幾個人，還有到底啲錄港點電視機位嚇，成個去 Ustream.tv 啊，佢解釋就係 Ustream.tv， 看到佢咧那時你看到 live 啦，這邊嘅啲去做咧 poll 嘅話，每話就是加起個個佢。Yes or no？ 佢講我看自己嘅嗰個是幾錢？了這都冇人咧。哦，這 personal please add me，就來，就是834，這就是834。啊，這就是834 ，hello， 唔知這是834。Who is 834？了這個日本鬧伊呢？日本鬧伊3000年前啊！你3000年前嚇，你咪是寄過來日本，過來日本咯？安怎捌到你日本人嘅呢？係咯，哇！我做邊領做辦手機嘅嘛。哦，咪是啊。因為husband 咪是嚟做手機麼？做久咧咪參拜一成關都擺班去咯。哦，我厲害咯！我想改班拔掉。手機班咧咪把你試試咯，把你試了咧就咪把你姑姑嘅試咯。哎喲，把你姑姑咧咪試咯，把姑姑咧是咪是
可以坐嚟日本咯，嚟日本揾姑姑揾手指，馬上 snack 個啥嚟，這裡 banana 夾出來咯。哦，誒，等陣我講聽，我問你這是幾年？1920年是啊？你搞頭要癲啊！你電台要電，就估啦。估啦，20幾年啦。20幾年啊！然後哇，你冇掉是安尼這年整，而你有這這頂到是這日本啊 tourist 嚟馬來西亞做出去咩？是啦，日本那樣，咱邊那個就日本那樣。啊，了。แล้ว after that สิมาสิเกาอย่างที่ปีนี้ไง style ของสิงโลแล้ว after that สิแล้ว你อังยา講阿毛啊 Japan อีหยัง也是對去日本有一對去แล้ว我每隻每隻看成即咩咩特別波sim. Lu tadi bigal ta chat lah batu di ang. Dia Kalau engkau tak cek, dia pada ang. Tadi dia ni jangan su. Kui ni? Sydney. Dia lu batu iya si lu si pas sui si tadi engkau tua si pas tadi Malaysia tu hi Malaysia asal mi ni batu iya si. 因为做工嘅读册关系，只坎坷转去马来西亚，所以就是特别留到伊咧英國還是美國咯。你當嗰啲讀掉過啊？當然就讀掉個咯，了就是點就是換電會咯 ，because 伊做工嘅事嘛，了冇是特別嚟美國咯，了暫停幾廿年，了幾廿年暫停，了個成驚，了個。So 到點 continue？ 有時，แล้วลูกแก過嚟美國啦，แล้ว有啦啥咪嘅無相，你捌對去馬來西亞擺酒過啊？But 你翁是阿毛啊，是鄧人？唔是，我翁是荷蘭。Kenyan 係荷蘭。แล้ว對佢邊樣？件事冇真係好笑嘅。講我聽。然後我邊咧，我諗是潮州人嘛。然後我係 baby，伊人講是潮州荷人。你驚我真係衰咯。我寄小英互你看我來嚟。你寄 email 係咪？我 email 互你。頭我成個嘢爹哋安尼看咯。QQ。QQ 咯，碰碰，伊陪佢食成個華人鄧人咁咯。咪是變咗Tiger Wood咯？小可Tiger Wood咯，伊把酒驚死人成個金虎白咁樣咯。你把酒大粒咪細粒咯，自己？無講你大粒，伊把酒成個伊巴，แล้ว把酒無翹到。翹彎呢？係啦，我愛你看你把酒無，特別唔是我愛啦，我見。唔要緊啊，你使鬥嘅。แล้ว對嘢是冇好笑咯，因為我係媽伊袂曉講，成日伊是講老古董嘅，干那要講潮州話可能係中國來嘅，แล้ว對佢嘅時冇是我係媽講，哎喲我上咗你上咗我唔知講咗咩，แล้ว最好笑就是真係是比卡比手嘅咯，我坐喺嗰邊看真係好笑咯。趣味哈，แล้ว特別你厝人個แล้ว佢甲伊 communicate 啦，個แล้ว較濟講啦，講阿毛話啦。係啦，個後生像我媽會咯，我爸會咯，特別係成個我媽伊就袂啦。本那是會溝通嘅，本是伊人無咩會 understand 伊嘅阿毛，แล้ว個你在馬來西亞伊個嘅。淡薄rojak je pie嘛，แล้ว我อังก็มือเขาที่สังก้องอะมี對，那個嘅語啦咩你會唔就是咯，只好笑咯，我企到邊就是 translate 咯。趣味，แล้ว你厝人才頭一擺是甲你嘛，講你在等人我是淡薄，特別你厝人應該係咯，就是咯。淨係講荷人是唔是一頭？就赤見還是講我幾好阿毛還是阿咪就赤見呢？我。
頭嘅時，我出來人食去咯。食去冰山丁。冰山咯，了估了我。就是摘到嘢時。一步，我哋在等人前啊，成日等人，成日parents 噶個班頭喏，但部會成日會坐到對家己人咧嗬。係咯，個班咯，了我個未讀了個嘛，個架冰山咯，冰山 number 2咯。了個荷人，了個美國人會住佢嘛。了就會講了嘛，慢接受咯。好啦，呢，แล้ว你嘛定之時咪是有來嘛曉，來個你講回來。伊就兼漸有來咯，了漸會成日會甲我嘅 husband 溝通安尼款咯。好，了當趣味咯，嗬。真趣味，真好笑，你特別聽人講話，你個你知我對你講安尼好笑。或者人講話嘅時候，你落起來啦，你一放我聽。哦，即阿舅講我嘅 baby 會 speak 福建咯，我嘅 baby speak 潮州。哦，打潮州誒。了伊會有時伊對佢馬來西亞有算過嘅嘛，我漸帶來帶去 ，because 我嘅囝是攞嚟 only 孫，我嘅 parent 嘅孫呀嘛，所以伊人漸有帶來帶去咯。哦。了我厝有迄個印尼婆咧，有時伊本甲伊講咩？哦，我my shirt basah。參啦。參咯，成個人馬來西亞那款參咯。啊。我自己講我是只有伊必須處印尼講啦，咁嘛，所以特別講我是參嘅咧。My shirt basah。แล้ว我阿公 what is my shirt? What is basah? แล้วก็คือ I go 蹦蹦，แล้ว我阿公 what is 蹦蹦？我講條我阿會曉講幾年你學嘅話，就乜能講係慢慢咪有聽咯。普及教到落海在上面咯。แล้วอีกกี่นักกูจะป้าบ่อยทำมีหายใจJohn ทำมี你冇講你按照八個路嘅昂你俾我講咩我未知咩我未看到啲咧，等陣我報告咧 ，Paul 嚟我看，但是有隻人會講咧，隻人會就話講，我未看幾嚟嘅起過講，冇講隻字入邊咧，我見你聽講差唔多有10 can 有9 can 是講唔是過去嘅起過地喎，所以當佢會知，當佢會看，我嘅意思，我未看就 Who wants to know 我執白啦 ，Who wants to know I'm Matt Bruce，OK。其實我嘅講那是攞隻人那是講啦，網頁入面有幾10個人，我講 yes or no，yes 啦 ，yes I want to know 10個人我講，然後我30幾人嘛，你一半嘛對，哎呦 shit， 哎呀，不 ，OK start Paul，OK， 當佢我貼榜啊，那是到底 Ustream 到底錄講到電視機會曉要去看個我哎呦我哋知哎你快就夠啦。你佢教10個人，我就直接會講下冇教人個11人個10個人。看你10人會快10個，但是等於10個人啊！我講等於11人嚟，佢減4人個。OK，特別每到對日本啊，等陣我會拍下一間垃圾件，我會拍下垃圾件我未講咧，幾一直嚟。垃圾件是嘅去英國嘅成個事。Hello， 垃圾件啊！你幾去英國係啊？你會講我聽兩張白你係啱。我是 online 咯 ，internet 咧。按照 online 又白掉啦，你是就係做得咯。嗰個邊樣？你特別靚啊！你講個大聲就未啊？我就寫聲聽咗咪咯。當然個大聲啦。然後你特別靚啊！你真正即是幾年前啊白掉嘅事。4年，只講4年，我過一年乜啦？然後你只白掉，有時你有拄到伊哦，有拄到แล้ว佢去英國。冇，哇！是咁冰啊都，咁冰。
哇，別怪乜叫我跑路？係啊，few months。哇，แล้ว讀曬你哋叫。แล้ว嚇，但阿咪阿當咪叫你講，你告訴下。係啦，我想亂。哦，我想阿當叫你繼續去英國。冇啦，呢好啦，你少兩百呢個。誒，你是唔是頂住把你夾對去檳城車酒？你對檳城車酒過哦？冇啦，你是 Shelly。哦，是咁就啦。阿貝個往10個月對嚟。哦，10個月對嚟。啊。我是今年10個月啦，就康切啦。Yes。แล้ว你是幾時把你夾過去英國？哇，自康公司呢啊？哦，你過去你估啊？แล้ว你過去啊是直頭教英啊是啊，去啊，我未 meet 過我 husband 過。嚇，แล้ว我就你咪是頭啊？咪你還是唔是你 husband 個啦？還是啊，冇我 meet 呢個 website online 啊，แล้วthen 講話 few months 啊。then 我就嚟 UK 咯。แล้ว你係嚟 UK 是你是 backpack 嘅แล้ว實在被搬去แล้ว你係是你啊 backpack 哇！你直頭 back 嘅，你做幾個月那個 back 過去講我聽啊！我八April 八我 June 到去啊。Express 嚟啊！你比波斯拉豬還快。係咯，掉腳喺沙嘅咧，用波斯拉豬。哇，夠嘅厲害。所以 OK， 你去英國得一個。我 Manchester 嘅。哦，แล้ว你不是看你到底 online 是有看到 video， 看到你按嘅 video 哪個節是？還是看到？冇啦，我 webcam 我 chatting through webcam。webcam 看到本啊。我 every day 有啊。啊，所以你會有攤隊友去教 studio 是？咪會？你會有隊友啦，往時去教時你按個小英看到一去對唔對會啊？冇啦，掉啦。嚇！這邊看，這成個係你呢？成個係你咩啊？這個 Bobby Ball 呢？這邊小英看到哦，特別去教邊看到病，冇對會。然後特別對會啦。嗯。然後呢這年應該是 OK 啦，當然攞情況是你。我都驚了now。啊！我舊年了我就 on wedding day 就 pregnant。哦，你快。做咁咩？我都而家 express 都報殺豬，但係馬來西亞咪拍廣告，報殺豬真係快，是叫你拍廣告。secepat咩啊？驚流啊 ！secepat laksagen。你有咩驚？我驚流，你幾歲今年？實講。哇，30歲啊！30歲啦！31歲。31歲。啊呐！冇講鬧噶啦，只講你幾驚啊？一個啊！我一個驚，一個搞我咩買較濟啊？係啦 ，planning 你有冇想要讀上一次嘅？哦，就啵出來啊，機關槍嘅啊！有。OK，當今啊，我看，哎呦，18啦，18人講，我講聽 ，OK， 你免驚60件，我們是對到，我們是到底我們是到底 online 對到嘅。嗯。แล้วว่าสิวสิอะไรภาษา personal นะครับนะสังกัดก็ไป meet friends นะครับแต่พี่ว่าไม่ใช่ไม่ใช่ไป meet 即係講สังกัด boyfriend 嘅時候面นะ我是他家ไป meet 人 because 我搬 from 無上 city 嘛但係我係讀冊當我搬嚟即 Kansas City 嘛แล้ว時候拍แล้ว時要 reply ว่าแล้ว reply ว่า頭先是個冇 reply 都要咋一個寫下我個一刀咋第二刀時我寫咗拍電話講拍電話講แล้ว時成個亂看啊到底電話頂到時候咪 ICQ 啊還是 because 我能教你啊嘛還是啊點個 MSN 冇你勁個還是 ICQ 我那時都唔知叫 ICQ 啊，這裡我那時我就 ICQ 去咯，還是教你整嘅，教你看到教你半咯。然後對住伊咧時就講話，特啲電話，還是我嗰度等過，我就拍電話有講話，咧時寫 email 啊 chat 然後咯講 about 話幾年咯，季節3季節咧時伊就嚟 Kansas City meet 我咯，然後 meet 我咧時嚇咧就 start 拍拖咯，咧伊because 伊就火車4點鐘嘛，伊就火車4點鐘梗係對住我嘛，梗係嚟到 Kansas City 嘛，伊定打紅燈，所以伊就特節咧。
幫唔是特你 weekend 啊，唔是特你啊，差唔多有 miss 隻假時呢，伊度換車放工咧，度換車4點鐘來找我。哇！拜個阿妹啦，伊來教時較濟是差唔多10點啊咧，阿妹。了我佢只黑市個就好啊，是個主角係等嚟。了過咧是當然冇啊，當然煮好。那是過咧是伊度咧禮拜個換車4點鐘個對去，有當時是啦，無久伊個換車4點鐘起來載我，แล้ว個換車4點鐘對去伊個位啊 ，because 佢話你去 spend time 嘅伊啊，了是了咧學8點鐘換車咧是嗬，對應該前面12點幾1點咧嗬，了哎呀死我 computer 佢在 crash 喎，死人啦！แล้วเมื่อกี้นั่งตอนล็อกเดี๋ยวบุ crash อีกหนึ่งมันสิ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 crash แล้วมันสิตอนนี้จะเปลี่ยนหาโอเคแล้วสิมันสิก่อนแล้วสิตัว禮拜สิก็จ่ายว่าตัวเหี้ยแล้วเนาะ厲害哦แล้ว你看那把對แล้วสิ一年哦換車你看一年換起換落一年過แล้วอีตัว搬起來 Kansas City 咯然後就在換在大冇聽教英嘛這邊伊啲都唔是呢個嘛，都冇睇教育，都冇講。但係我會睇教育，我哋啲教育教年嘅咯。冇 any state legal 嘅咩？冇because federally 冇 legal 嘛，政府冇。都嚟 UK 睇 legal。係咯，嚟 UK 就係啦。John 嚇做咩？冇咯嚟 UK register 教育呢個都推起喎。唔係發大這邊。但是我代英國嗰部上，係啦嚇，直接叫我轉日本阿婆啊。我講日本阿婆，我嗰時先學4點鐘嚟4點鐘起時啊，雖然特別講嘅時陣啊，呢陣時間刺激啊嗬，係咯。because 你唔是姑姑看一擺時間刺激，你成日花車呢安尼換一個燈看到嚇，你來時你成日播你看你就，係啦，掉就準備學時間教育嚟啊。係我記過，後尾潮橋水水啊，面正水水嚇。咗樓，係咪？這邊留意啊，這邊。嚇。誒，嗱，無論做咩叫阿叔啊，做類小應該類啱嘅時候，應該 wedding photo 放出來好人看，好了，所以。唔係啦，我啱嘅邊唔係 key。誒啦，真係伊，係啦，看過啊嘛，就叫。伊都賣都冇咩嗌。online 嘅位。伊都冇看伊冇咩出邊嘅，伊只招出邊嘅，佢就點點嘅，冇咩出聲嚇。我講我喺 podcast 我咪拖入嘴嘛，特別話見到嗰時，I show 入邊嘅，我講，呢是較掂嘅，較裝。一平時是 OK，依到啲喺呢時是 OK，是講伊是較少嗌，就我同 podcast 時冇咩做嘅，因為都講你阿莫話都冇咩做嘅。แล้วก็จู่ๆก็จู่ๆบอก講個。ลักษณะเก่ง講แล้วแต่ว่าไม่มีความรู้เรื่องแก่ไรสิว่าเดี๋ยว他們日本佬伊他們มี日本佬伊嗱我講到聽講話人係 Japanese wedding style 嚟喎講OK 啦我看到你笑應這是你自己啦我來啦。等陣日本佬伊啊！我唔明你看，等陣你去日本嘅時，你去日本嘅時候，你計去日本嘅時，你有到對馬來西亞請到？有，做我係 Chinese style 嘅了咯，平地啦，聽到嘅了有咯。你有講啊？我跟我啊？臭話嘅了，講臭話嘅了。想個位啊，臭話嘅了。你是垃圾件呀？臭話嘅了搞伊。這裡特別報搞你啱臭話。嚇！伊袂曉，他們袂曉。伊冇講臭話文啊？這唔是假嘅，這是越南名。哦，垃圾件是名啱是。你。我按阮知，我按是第一知上面有普吉哦，普吉搞到就嗨哦。你我邋遢時我唔是咩意思，我特別邋遢。那時唔普吉都不要緊啊，做啊我啊，做啊，我做個驚個頭先妹我一句話，伊 first Hokkien word 都制學上面，係就近冇妹。哎呦，叫大喎！日本佬伊。要識我妹都中意㗎。嚇！哎呀，你是上時候去馬來西亞時啊？馬來西亞啊。人格下一個 Malaysia 位啊，人格伊頭一個 first Hokkien word 啊，
愛笑干部，伊講我哋看，我屌起來，安尼錯只打破，我屌樣。你嚇到你咯。I mean，嚇掉哇！ I mean I expect 啊，我抽話 maybe 成個嗰部機字呗，你講 I understand 啦，係我一頭就係福建話每話，如果 you know I can speak Hokkien，你講你看就咋？我講 OK，you tell me 啦，what you can speak。其實話都先先教乜嘢啫？佢話一頭一個福建話每，一下講一個話愛笑幹每，我屌起來啫！然後等陣下，佢就唔知然後你去成，你到馬來西亞拜酒啦，聽酒係咪？然後繼續去日本咧，是你講話聽日本嘅教應係咪方式冇相？嚇，呢部上翻就人嘅 Chinese style 嘅，伊 morning time 就是管車嘅啦嘛。食 breakfast 上面啦，即係伊就是伊上一樣嘅，咱嘅當然咪叫生雞咁咯，哟，一樣好俾有樣嘅 wedding planner 來對厝嘅，會咋？嚟話伊kimono，我錄個了，會咋？洗對頭毛了，前伊嘅頭毛起個了，伊就本來裝個了啦。然後 then after that 咪是一起香，咧伊就俾拜伊嘅做工做嘛呢？反正會咋？咧伊人嘅，咱當然嘅咪是做啲阿咪做嘅茶咪有做茶啦，因日本啊用啲嚟嘅紅做茶，因日本啊用啲嚟 sakura 是飲咧為 flower 啊，伊 sakura 係แล้ว泡茶咧放伊 sakura 花落去，咁咪是開起來你看嘅咯，因佢哋是 for ceremony 啲嚟就用佢哋去擺樣嘅做工做嘛，就 then after 擺好咧，因為成個菜包咧，擺你看你就係啲。嚇，一樣係 style 唔知 originally 茶，就伊就俾用伊 sakura 花香啲嘅茶俾你會啊。แล้วอินควาคุยที่ไรแบบพิงคาเลยเนาะ this is for สาวกโฮอิสุเอมิแกละยังหายันจอกงจอมาเลยจ้ะแล้ว after that มาสิว่าซายแล้วจ้ะแล้ว I don't know about other people ไอ้สายละสาวเก่าสิจริงๆอูรุไอ้โซใจในควันอันแต่กำปงใส่ในควันนี้จ้ะว่าอย่าลังโล我都唔使投仔波ยังไป做มีจ้ะคือแต่ยังหัวเจียมี即係嗰啲喺 truck 面的會啊。叫我鉗咗邊啊！人哋講啊，接勁成架叫向也要驚咧，真係甩線啊！你一人還是你啱嘅，你都真係坐到對面。我話先顧佢介紹伊先顧可能知嘛，即係出誒大先顧嘛，即是我大先顧，下波我阿冇去跟我玩嘅，好似嗰位鳥誒。แล้วก็ที่ได้出嚟 relative เป็นคน咯แล้วขอเจอที่ truck 面頂位啊，叫我見到邊一個龍頭佛都就佢เจอ邊邊จริงว่าอย่างก็แล้ว佢就實際佢看啲咧叫向也要驚咧，看睇一幾路幾幾路金崩冷看路嘅喎，得聲呀！一分老伊要驚咯，你就穿件物咯。穿件毛咯，穿伊頭毛，穿伊舊件衫個了咯，整你變成個咧，伊本來舊嗰陣就聲都狂聲，你開隻手咯。哦，白白啦，你有你小英個？我讀咗百幾咪是隻小英都狂掉。我使幫到啲 website 喎。啊，幫到 website 唔要緊啊，咪係話個細咁。啊，你小英個幫到啲邊啲學嘅 website 唔要緊了。啊。就係掉呢啦，你叫你 email， 我叫你幫你 email 好啊，แล้ว時我放一少少嘅時，我就放一個本來學見一本老醫嘅小英去，你係你一本老醫坐到啲 truck 對面嘅小英哦。冇啦，我唔交你份啦，你手批死雞。我咪叫有驚咧。阿是你叫咧，阿豆係做一條小英，然後一本老醫坐到啲 truck 對面鋪掉嘅。阿多聽到係記住啊，做一個本老醫嘅時候應該係看到啲 truck 嘅。係咯，教讀做者。都好睇到啲咧路拖車嘅。攞啲。佢自己開嘅時候啊，佢就即時會出嚟大顧你關佢就，佢自己有可能介紹可能仔咯。你阿爹咧要好嘅對嚟呢個時候，樣多上。去這個咪是去 temple 是，去做嘢 traditional Japanese wedding 啊，就是特別玩嘢kimono嘅，穿貴成股白嘅了 style，一頭冚上架這個半件啦，你佢冚你頭冚白咧，就冇都真係冇相關嘅嗰啲就。哦。你後頭佢啉嘢 sake 嘢 priest 就是佢飲嘅嗰啲，半煮人用嘢check 嘢物件，佢飲調伊日本老母嘅，你看啊，然後。
拜阿公咯，拜阿公了要換手指又叫阿公去邊隻位啊，如果換時啊，就要一度去沙雞和迄個成了啉沙刀咧，學驚曬啉沙刀呢款嘅，了我一個就袂曉啦，馬來西亞 people 就袂曉這個物件，一度荷蘭我沙督咖喱我係啉咗。你知道關係咯，你知道關係咯。哎呦，死個咁不地kam，哎呦死個咁不地kam，我哎呦死，輕個啦去啊，個陣不地，我拍到個陣不地，個陣不地比佢冚咪，啊比冚咪喺你聲個。แล้วก็ไปบอกอีปีอีปีคิดเอาหัวลันลิมไอ้เจนี่นั่นจะไปลิม three times เนี่ยเลยประมาณลิมสามเท่าแล้วไปเดโอแล้วว่าแต่唔ใจเท่า唔ใจบ่ยังบ่ล่ะ你係時候講日本啊เท่าลิม咯我人講我聽嘛แล้วว่าของยังมันลิมกันแล้วลูกขี้อ่ะอี會上上咗ว่า就我上個對我看上個無對攞呢反正我爹個我唔制我就走你個嘅思想冇咧個仔嘅ลิมนะ嘅你個仔ลิม啊我到了我都我興嗰種嘢，我想你驗咗，我想你驗咗拗嘛，你食驗咗拗嘅哦，佢真黏個嘅係黏紅咯。我就唔知嗰時佢黏沙刀，我黏一刀係了興意拗到堆埋上咗我就，上咗我了 after that 時，我 husband 黏咪時了咯，แล้วว่า husband 黏一就黏慢慢黏沙刀，係了。哦，係你冇個仔啦。after that 時。他們在原來就啉沙刀，死我啉一刀係了嘅就，就見咯，拉啲咪是手指咯，然後手指，比如話手指咪是就俾佢就講去照住佢眼光嘅面前咯，講日本啊話咪咯，你又講喎，咪好，你又講日本啊話啊，是，你我比較講咧，我同我 husband 講。at least you say something 啦。因為我小無啊，嗰個 panic 一 blank 啊。我都仲隔離就難講講嘅。我驚住啲 I marry him 啊講。你講係冇啊？我呀。你不要就俾我講住我嘅。哎呀！阿公，you say something，佢講，you cannot keep quiet must make a vow for the God，如果你講 say something。因為講比較講 Japanese，我咪講阿公同你講 straightforward short word 呀。Today I marry him。好料咯。你我之前做緊嗰間卡布就話超之後咧是咪 transfer 去 restaurant 嘅事嗰咯，去夜 party 咯 ，wedding party 咯。一係是一樣 Japanese wedding 到，然後當一有一個 couple again 佢就做樣嘅啲calendar understand 咯，大家做樣嘅，我覺得呢款嘢做俾有名嘅人啦，但係我 case 是因為我老公就是即係區裏邊嘅即係啥樣 committee member 呢款啦，所以我係邊一攞嚟係留一個嘢幫呢，就是 the mayor of the kampung 嘅啦，就after that 樣 Japanese style 嚇。一樣都就係 MC 嘅啫，MC will be in charge of speech 嘅啫。一樣 Japanese style 啊，哎呦，即壓你教員啊 ，before 教嘅時，你就俾寫你爹嘅了，你 life history 嘅佢仔，呢啲報告你係 life history 都寫出嚟，咁個做啲要咩啲喂要啲嘅。而家咧，日本佬伊嘅媽是到底上地咧？你是要影時去 Phuket 做媽，是啊。我同佢講，我嘅爹個數出嚟。我咁冇嘢，佢結束咗先係啊。我爹出嚟問講個話水個話胖嘛，問佢講條嘢錯。我海媽名啦，海媽名又叫咩？又落。日本佬意思海媽名，日本佬意思係只派死嘅，是啊，是唔是？是幾鬼？我覺得胖所以個數了咯。了。你嗰你個叫人嚟 party 第邊咗，有表演你會 understand 咯。你表演時候，你係 rather 啲咁樣一兩就俾出嚟表演咧，佢都表演唱歌啊，就都表演都做 magic show。你這是到底得落去 restaurant 嚟？一樣有即係啥in charge of special restaurant only for wedding ceremony 嘅 understand 咯。人哋係翻橋咋。唔是只貴嘅咩 ？wedding 因為party 前一頓就是係喎，下晡2點啊，做到暗暝6點嘅一頓嘅喎，wedding party。哦。你一條你翻嚟陣時啊，因係 guest 嘅了啊，
哇！出去表演啊，一人，佢咧出去表演，佢咪表演唱歌，嗰啲表演跳住半啊舞嗰款。你厝人有去哦？喂有嗰張 represent 我細佬。望家己人嚟啦。咧 after that 時候，因為即係新娘點去換衫喎，穿好咪咧穿即係食嘅kimono，嘢冇夠耐，喂下賤啊，做咗叫你去換白條kimono。哇！啲 kimono 都是。有啲紅，有啲金，有啲白啊。眼我大邊，就。你kiếm chiều à? Kiếm chiều à? chiều đó có gì mà có bị cái băng nhiều đi có ok không mấy băng nhiều cho bị hòaแล้วแล้วใจอีกจีบุญนาต่อยแล้วก็บ่หันเจีเอาขู่เอวเราคิดเบขู่หัวตั้งอยู่ว่าเราคิดจะมาได้เป็น我攞出嚟好冇攞出嚟就嗰度赤腳谷哇咪㗎屋生大丈夫嗰啲白果卡出聽到邊都卡到你就問卡佢你咪快俾衝一個先出邊有啲啲白白起喎你睇卡拍嘅你就問卡嘅會做一年嘅白你玫瑰係就可以嚟橋啊咯，佢俾佢又點冇攞嘢俾人嘅家偷係話白嚟識追嘅時候，有攞抌㗎了嘛，啲朋友照呢種群，就做抽條咁嘅事，做拍水。係啦，以前日本衫，日本係背嘛，แล้ว就冇嘅 spare， 其實嗱嘅一人嘅 size already decided แล้ว嘛，我係 size 24嘛，แล้ว冇 spare แล้ว嘛，還是單幾個六點喎，我係卡嘅抽咗音嘅。你是 summer 還是 winter 是教營？冬天還是夏天是教營？end of August。差不多咧就8號即係8號 wedding，或者你話 anniversary 哦。你是 anniversary 是你幫助到你背啊，學你啱啊。係啊，講嘅時咩做？哇！你拍到咯，你拍到教應先拍到咯，就問坑啊。喂，就問下佢啦。你鏡頭望個 Lucky， 你鏡頭望 Lucky 就問坑哦。我攞咗問坑，喂卡攞咗問坑嘅，你咁差唔多我陣杯事啊，什麼底嘛條我陣杯事抽皮啊，就係喂阿姐皮啊，你出嚟抽條音啊，我殺得佢，你係覺得上班啊，要放得嚟站板啊，你係講，有就問嘛。這嗰隻鬼事，啲 BB 一打波嚟食，嗱就我前嘢基本上83巴掌嘅，反正未食嘛。因為是就 control 有咯，你點追就打棒油嘛，你不過有都上指點條好似個6點我哋打閒喎，你打閒不過有嘛，你個圖示點就打棒油嘛，咁樣。4點幾5點時一隻咪嘅事，Funny smell 啦。You on the matter? You shut up lah! I follow Jaman, you don't know 啊？哎呦，等我去美國別人看，我那小會告訴我啊，這特別波啊，特別波，你教人嘅時候，你出那小會告訴我。波咧，可能教咗陣時 number one 啦，波人嘅嘢啊。冇人嘅，都會你拔到陣板咧，立條曬啦，佢冇聲。我唔知 funniest thing is 穿條 kimono 拔到陣板咧個 continuous ceremony 個家冇睇邊啊。係啦，同我個 Lucky 嘅，同我個 Lucky 好笑咯。一甩晒件啊，甩晒件，你教英，你對唔你先聽下條。冇啦，我教英 pregnant，我當然時我就 pregnant 呀，我就請人接呢。哦。然後你拉沙條教應過去嘅時候，後面物件無相，你安尼過去安尼快風險安尼幫佢去大，你教應過嘅時候拉沙條後面物件無關係無相哦。有咯，成個死一邊啊！有特特節人㗎，成日出去啲俾物件咪特特節人㗎。How are you？要被當咁樣，佢知 How are you？你有冇講咩？เนี่ยกูจะ how are you ก็ irritating เนี่ยแล้วเป็นแนะนำสิเอ๊ะจะบ้าบ่อย
係啦，冇想嘛，佢哋都去買物件啦，都行過啦，去 library 啦，咪哎呦。你到底喺邊讀冊還是頭當邊做工啊？冇啦，我直頭究竟佢嚟，唔使做工過，你係等 visa approve 嘛。冇做半行就是咯，成個俾死嘅，俾氣死嘅。你當見咩當做工啦？冇啊，我俾對嚟 holiday 兩個月，所以冇做工，哈哈哈。喲，你啱先比較好嘅誒。冇啦，好嘅啊，做工咧冇好嘅啦。喲，叫我淡薄啊，叫我執先 computer 會 crash 落到啊。你叫我啦。了OK，so 你當見個住個，我咪放落格陣布地，格陣布地你去冚你買啊！你啷寫去格陣布地叫冚你買啦，我看個個一分鐘你看拍電話去。了，我咪即日本阿包，日本阿包斷起啊！冇啊，個點啊？斷起啊！斷起啊！日本阿包斷起啊！好，日本阿包等我看，我接開一通個。日本阿包每塊日本阿包拔刀怎辦咯？因為是日本阿包啊，你拔刀怎辦咯？你教冇啦，日本阿老伊嘅故事擺得起啦。我講聽你教英嘅時候，後面話啥咪冇想，你過去日本嚟，你講嘅時候，你當劍講嘅話會去幫助。啷個佢講就成我去幫助，你講話你教英後面咪叫冇想，你講學教你各位聽講聽，你同我去幫助。老伊嘅是 really 咁波 style 嘅。你就日本老嘢啊！你 take over 做我 host 嚇，我等佢幫助。拔刀啊，準！我咪拔刀同我錄起啊！我等佢幫助日本老嘢，你做 host take over 就 please。每日本阿伯看伊教嘅時間就冇想嚇，OK 講。我是在成都邊咧會做教員車導生嘅。然後過來過去過來去honeymoon 先咯，honeymoon 對咱的快就是像個垃圾錢款咯，掉掉咯。你怎麼？教員嚟你出點，去 honeymoon 咧，佢嚟日本做隻教員嚟點啦？冇啦，我嚟日本一年咧，我過來行咧。我嚟日本3個月之後就註冊了嘛。註冊了做工者咯，做工了後嚇，拄好個一年過後咧，行咧個變成成車道咯，車道了就去食風先啊，去食風對來了就袂好勢了啊，哇，人袂爽啊，特日上垃圾喎，平常時無想咯，好像特別上垃圾上福建面試啊，然後感覺無好勢啊，咁咧就係講個阿格是掉啊啦，然後日本因為佢袂請啦嘛，特別可能無請個成日本老姨呢款安尼大陣仗咯，我因攞人家我本人是凊彩壓度個人來做 Western style buffet style 呢款嘅，無要記啦，無夠容易要記。你冇借攞呢啦？冇借攞呢，特別有迄種morning sickness 咯，I mean 白驚咯嗬。特別佢就坐我嘅 studio 會翕小影就穿迄個基摩諾咯。嚇！有，那翕小影翕個拗。冇，我迄陣時而家真係無好勢啦，伊個甲你穿迄重重嘅基摩諾，個甲你包迄個假嘅頭毛啊。伊 cameraman 就叫你笑，我面實在是袂笑，直直叫你笑咯就。我面直直笑，直直哭啊！其實佢哋手機嘅，我喺邊啊？伊講你會使笑，我都 cannot show you。你好，你好。伊講，是咯。那舊年使唔使開除嘢講？唔使可能看你手機嘢講。我手機開個了了。快，那快點玩 video。走呢邊做一笑啦。我嚟啦，日本阿伯邊啦。這是幾沙邊啦？要你幾沙嘅頭毛豆會上喎。有冇豆入嘅頭毛等嘢？有啊，準有嘢地照翻你頭毛，伊嘛做可以迄個食嘢講。嗱，出來啊！準嘅頭毛嚇。2歲啊！
哎呦，了等陣個有，等我看看，這裡啊，侬要被幫曬啊！แล้วก็ตั้งใจว่ามันมีเขาไปคำแล้วไปเลี้ยวไปสอดเนี่ยอ่ะลองก็จุดๆให้มีแกไปก้องก่อนฮะก่อนให้ลองกว่าเกาะเก่าเองมีแกตะแปดเลยก็ว่าจะเลย question อ่ะมวยกันแล้วไอ้หลังอ่ะเก่าเอ็นน่าลูกจังอ่ะเอามี regret ก้องเก่าเอ็นก็ไรกว่าเก่าแล้วโอเคลูก想ฮะอูราซาเดียว哎呀เก่าเอ็นก็ไรกว่าเก่าแล้วกี่อ่ะมีแกบ่ทัน做其實มีแกบ่ regret 啦ไม่ควร知啊係啊，垃圾言講啊，都知啊咯，冇聽講福建話咯。你見到邊啲福建.com？食垃圾，冇人食垃圾，別個言垃圾嘅事。誒，你到後面英國冇即係阿莫冇馬來西亞 restaurant 咩？有啦，是多你 big city 你 London 你可能一邊烏嘅 farming 嘅味道有嘅。哦。แล้วเจียล่ะรักษาเกณฑ์สิ regret เจียแล้วญี่ปุ่นเอาอีนี่有 regret 我 family 啊，講我聽到我媽都看病啥物啊，我 regret 講我講首先韓國讀冊我無限對去看，就 regret 講無限對我 family if any emergency 嘅啊，你幫我驚嘛，哦，即係你小妹咪是家長不對，唔是講唔是 family 講 family 嘅 friends 所以講，是咯 family，因為我媽身體無好嘛。我媽都啊，伊身體好好啊嘛，但係伊就講就是入 hospital 咪話佢去看，就同我看。你那是浪尾堆咪你寫你啱嘅對你對哦。未來因佢都做工。別成個要搬到去咪你寫大咧。migrate 樣買嘢啦，樣少樣就 love 樣 free 啦。你人 love 唔夠啊？有可能啊。แล้ว是gila batang 先是可能是吉拉巴當啦。當然冇啊，當然是蘇格巴，當然是蘇格स्वा米啊，當然是。แล้วก็最會講過即係特別播呢？嚇，上我咪係咩都係上咪咯。土人啊！แล้วก็就是因為我特別講這人呀嘛，แล้ว後面說是愛去吹。成個路咁了，對馬來西亞對掛嘅嘛。正無限做，我掛嘅冇呢唔對。啊是後面嘛，你一邊播咯。係啦，要幾時啦？先有成個有物件心事要講嘅事啊，什麼事佢冇人同講，佢就拍電話咯。好啦，拍電話冇成個，若是我係起航，我係走出去，我係出嚟講，我冇一個電話，我係 backup 嘛。啦，對，你成日若是要走，成日起笑咩笑笑，咪對嚟啊！笑咩？嚇，我咪對嚟啊！嚇，特別走去得咯。Hello。我嫌菜有 Shelly。你當邊都上位嘅 Shelly 啊？因為我兩個手往佢接倒去咯。哦，你把 Shelly 是只古巴咧，還是到底邊咧學見巴咧？我把你做 Friendster。我 Friendster，嚇我有 Friendster，人有幾個人有只邊咧學見人吹掉啊 Friendster 喂。哦，at 路。問講人聽下啲名，特別好像吹掉嘅事嘅。嘅使 at แล้วก็จะไปปอเชียงอ๋อแต่พี่ว่า这边是掉本哈你成個即係有好數 OK 是 OK 啦但是你出數嘅時候你就是講唔係講大數啦成日即係起價路嘅時候是你被成日被對話嘅即係是你無位氣咋因為是你可能是你按好嚟講個表現係是你按超寬嚟講伊在講你無位氣啊伊合路伊成日特地無理路呢哦我這裡是外媽的 in law 哎呦哦你行啦少伊你咪得攞大個路咩？垃圾件。我呢只啊。哦，有你有想阿毛個無想阿毛，我聽日本人有可能個大相自己出過哈，有你。以 traditional 阿毛就想你high class 你講。哦，就是有日本人俾隻 computer 哇。哇。嗰啲我 trust fund。trust fund 啊，對，把這本來學見的 computer 派是俾一條話，แล้ว這個都成日對成佢俾小時個冇去吧，我一個朋友咪成，我一個朋友咪是過來美國咯，แล้ว伊咪是按不過冇咪好就當今冇啦，แล้ว伊是伊當伊頭伊按個冇對佢冇咪好，所以伊冇去啊，即係拗咗哦，伊成伊個自己激死乜個冇。
個唔加到啲伊面頭硬嘅面頭整做就 because 是關係嘅意思嘛。แล้วก็บอกว่าอีก็แล้วอี朋友ก็แล้ว是อี硬嘅朋友，一個叫冇朋友，然後就積壓咗。那款是咯。攏若是被上個垃圾件咧，你看下攞過之後啊，嚟比講咩上過聲。就是咯，上過聲，because 頭啊種啊，你款。嚇，好啦，做咩同我講特別報告咩？頭來是。嚇，頭過來時，我是阿會 continue 睇我成驚嘛，แล้ว take time off 嘛，แล้ว我係朋友，咁แล้ว是200嘅朋友嚟嘛，所以真正坎坷，但係到見我 start 到啲我係讀冊啊嘛，แล้ว我有我係驚啦，呢個叫 social 嘅驚啦，冇。個 OK 啦，就見如冇啊呢節目嚇，冇得線。安尼先我只看到咧到底咧鹿港到電視機裏面每一看這就是3C字裏面咩3C字每一咪姑 Have you been bullied by your husband? Of course not 我 bully 到有冇啦我 husband 真正好誒真正乖真正曬人我真正保庇你咪話罵就知啊你知罵爸母會知你就有人啊你翁家寶也是有蝦米你爸母會知 very romantic OK 感謝各位聽眾咱另外一出戲要 start 了呢哇了是啊 OK 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哈了感謝一陣咱嘅變成一陣哈日本阿寶啦垃圾件啦日本料理啦甲大背包 OK thanks OK 感謝各位聽眾甲感謝現場嘅聽眾拜等陣我隨播 music because 頭先 computer crash 啊未記啊G妹話 Why are you so gay? I don't know. I'm born like that. Why don't you explain to me? 到底咧，鹿港誒 I don't know. You think so easy? I tried to be gay, huh? You gay for me to see? Gay 嘛，you're happy 嘛？係啦。You're happy with it. OK， 就G 一字，到底是妹話 so gay 啊？即係冇 so gay，然之後 husband 都 kiss 啊。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你拜再見啦，拜拜。